无仙姑。你好好休困，安尼身体才会更好。无仙姑甲我拍着伤，这个伤我是绝对要报。也不过，好生哥的金头毛真厉害。若毋是我认真做，以我的功力甲我的道理，无仙姑的金头绝对袂当伤着我。老龙，唔知走去倒位，会当互伊渡过一世，嘛袂当互伊渡过永远。不管伊是上天下地，我一定要甲伊抓转来。小丁，华哥，华哥，小丁，建南，小丁，建南，你是安怎是毋建南？你紧起来。华哥，小丁因知会有危险无？你莫烦恼啦，我通拜托老天官去找伊啊。万一小丁因若是啥物三长两短，我……建南，你毋通想遐尼济。你看，你满面全汗，我来去提水，互你洗面吼。小丁，黄建南，是你，华哥。建南，哎呀！等下，我已经将伊放开。我跟讲，我无建南，人中手中。你想要对伊安怎？我想要安怎？只不过阮女朋友真介意，想要招伊做夫婿。你，赶紧将伊放开，啊若无我对你无客气。好，好，好。你来做无？有什么药品啊？哪个这么烧啦？阿弟啊，阿弟啊！上爷是安怎是？上爷伊，就我，你赶紧小姐回去。小姐。
上爷想性命危险嘛无啦？上要不要紧无？我不想想，那爹有要紧无？有要紧无？你那爹伊的身体介虚弱，所以气血介虚弱。啊，到底是有要紧啊无？有我伫咧，无要紧啦。豆豆，你这个无人性的恶魔，要抬要挂拢随在你，你在等什么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何建人甲何生，我还要来做正常，你来做事，还要替你做认真。我袂你达成愿望。要自杀，无遐简单。家己事情你也免想。我跟你讲，我的救因现讲在要连胜，我连胜迄一天，就是何建人甲何生会叛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如果是要来管我赢啊事情，我唔是要你管闲啊事，我是要收拾你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免说谢，免说谢。等下你要结婚迄一天哦，才请我来啉喜酒，加我啉几杯，安尼我就好啊。嘿，主神阿伯，我带你倒来行。何小姐，真多谢，多谢你以后老夫甲建人的边。相爷，你唔通遐尼客气。唉，明仔载是建人大喜的日子，也毋过淑珍到即摆未找到，确实使人烦恼。文书，请将成婚的日子延后。相爷，你不应该答应的呢。结婚的日子是地理师按照男女双方哦的八字排好的，这紧好的吉日，哪会使延期的啊？咱应当找到确定了后，才搁另外拣日子啊。好大人，你唔通袂记哩呢？大后日就是8日同尾的期限啊！你若搁唔完婚，都要再等3年呢。准讲大后日，确定还未到，我就等3年了后才结婚。建人，安尼敢好？老夫的年纪也未少啊，唔知我都等遐久无？文书，无找到确定，我即摆免让心情通办婚事。好大人，婚姻是终身大事，哪会使行好的日子话缘就缘啊？而且确定是离房，凊彩拣一下日子，简单娶一个就好，嘛免穿什么新娘衫。人一般娶离房，拢嘛对后门娶入来的。不用紧，我免遐尼委屈确定。好，建人，你也免激动，你放心，哦，老夫啊，绝对没有确定去委屈着。伊的冥婚虽然讲离亡，也毋过咧，这话伊有的物件，确定同款嘛是有。多谢文书。安尼明仔载准备结婚。不用紧，我一定爱等找到确定。建人，你莫老虎为难呐！别为难。确定我已经甲带转来。确定。阿姊，淑珍啊，大家拢为了你的代志伫咧烦恼。多谢恁大家对我的关心，多谢恁。哎，真好真好。手啊，赶紧，阮那烦恼人哦，煮一个鸡脚面线，给淑珍食。是。小陈阿伯，多谢你解救确定。啊，这无啥的，无啥的啊。明仔载是建男甲小女翠华，以及着淑珍3个人成亲大喜的日子，你都爱来参加。我要结婚了。呀，安尼相爷，你的意思是讲要叫阮踮你遮食喜酒？对安尼真好，啊，你上午一定有真好的烧酒通啉吼。有烧酒互你啉通海。安尼决定不醉不归。好成哥啊，人相爷好意，啊，咱就较老咧，也若无去切着人的意思。咱家连续来等啊，啊，要等伊无穿甲一年工嘛。好啦。
对啦，好啦。100起地，礼拜高动，负责对拜，上礼动봉。 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将来相依难忘。太有勇气，竟然救走王淑珍。我个人甲我决定，我一定要得到。童斌，这个臭豆腐，我是要管我爷我事情。面对早就算准你这个妖魔鬼怪，一定会来。我看你唔通踮遮灰飞闪好啊，莫甲我啰嗦。童斌，咱这水不犯河水，相安无事。这样，我是会对你无客气。为先为恶，在一念之间，你已经有1000年的道行了。你是安怎来不收心用事？好啊，莫甲我讲过去的代志，忘了过去的代志，我就规巴肚火。因为你拍掉我500年的道行，这个换手，我今晚就要请你算。快别进去！哦，你这个牛皮啊！好你家在我赶得来，要若无你这条命就搁判给你啊！你这凊彩讲，你哦，啉烧这水，搁咧讲迄个水味，你目睭是看清楚。我拄仔要收拾倒粮，你出来破坏我的工作，人叫走，你搁在我厝念这个念啥个？哦，你这个人哦，唔知好歹人啦！啊，我说好心叫雷针嘛。啊好，以后你若有危险哦，我拢不爱插你。摆叫走，唔知什么时阵才有法度甲消灭。总有一天啦。去我啦。你坐遮是咧想什么欢喜的代志是？想啥敢莫你管，李夫人？好代志，咱去找啦。安怎？啊一单物也无看的尔，这着急无？毋是啦，我是讲，你来甲叫人家去请一个安。免啦，早暝是东方花烛宴呢，即摆困到昏甜啦。啊，麻烦你，你若去找，麻烦你替我甲请一个安好。阿爹决定明仔载要回家。阿爹，咱这紧就要走啦，搁加大2天啊。是啦，甲好代志，当你来遮，我拢无好甲你交代，你应该搁加大一阵啊。天然，但你嘛所在，国事真多啊！我这撮出外嘛耽误伤久。甲好代志，我早毋是甲你讲过，多良伊这阵啊，一定过来遮甲咱扰乱。这几天你尽量莫离开遮，等代志若较平静，你才走啦。是啊，阿爹，你莫走啦，若无我会足烦恼的呢。不用去，我需要赶紧回家。杰人，你爱注意这度量，伊要厉害的人是你。我知影，我会小心。杰人，笑啊！
会当做阿母，这就是缘分。翁仔某之间啊，爱相敬如宾，互相尊重，互相体谅，唔通啊猜疑嫉妒，知唔知？是。尤其是翠花，唔通伤计较，脾气爱小改哦。爹，我知影，我一定会改。乖，哎，这是阿爹的乖查某囝，阿爹就放心啊。吉兰啊，翠花自细汉我就想歹，假使讲伊若做唔到代志，你就看老夫的面子，万行较让伊者。老夫大人，你放心啦。你什么啊？你把我家放开！啊，上爷话命，迄上一枪命，当然我同你好啊。10天，上爷无性命。阿爹，老夫大人，阿爹，老夫大人，阿爹，阿爹，翠花，翠花，你莫搁哭啦，翠花。我紧醒阿爹，翠花，你要创啥？翠花，你较冷静咧啦。是不要叫我冷静落来啦。翠花，你袂用去啦。你放手，你放手！翠花，翠花。阿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那爹去刀龙掠去啊！小弟，你认知刀龙变地对无？你带我去找阮阿爹。什么？你讲你那爹去刀龙掠去？是啊。不过我都已经袂认了呢，你结结嘛有印象。小弟，阮阿爹以前对你袂歹对无？你一定要甲我告诉他。你带我来去。无啦，阿姊，你请我较冷静点，你莫遐着急好唔啦？是啦，翠花，你莫着急啦，但是莫较冷静一下，想一个办法。这个刀龙非常的奸诈，伊威胁讲爱伫1000名当男，搁1000名当女。什么？爱1000名当男，搁1000名当女？我即摆是要安怎做？囡仔，所以讲，咱一定要好好计划一下，绝对袂当接受伊这种无理的要求。阿姊，翠花，阿姊，翠花，阿姊。我来。你到底是伫倒位？阿姊，你做你放心，咱一定有办法去咱找到。你做你放心，哦，袂使，我一定要去找阮阿爹。无咯，阿姊，阿姊，翠花，你莫着急啦，你拄则遐昏倒尔，你爱加休困一下。我不要紧，我要去找阮阿爹。无咯，阿姊，阿姊，你即摆身体遐尔虚弱，是要安怎去咧？阿爹，阿姊，你袂用去啦，你即摆连徛都徛袂稳啊！你莫管我，阿姊，你听阮讲好无啦？阿爹，你袂用去啦，翠花。阿爹，讲啦，哦，你两个联合起来，你欺负阮小姐哦！呀，什小丁，翠花，你小个怪怪，你明日怎有心，你管你干啥？你欺负阮小姐，我袂来甲少爷讲啦。是我小姐，无要紧，咱来找少爷哦，甲咱做公亲啦。秋婉，你代志都未用清楚，你莫这么懵懂好无啦？什么？我起码就看到恁两个甲阮小姐捡咧，唔互伊去找少爷。迄若毋是哦，我较早入来哦，阮小姐毋知变什么款啊。秋婉，你真正是误会啦。小姐，你莫惊啦，伊两个无互你去找哦，我带你来找啊。我那边已经去到大量掠去啊。啥？少爷伊？小丁，你的巴肚。我无要紧。李夫人，你这个放心，我无安怎啦。哎呦，少爷莫去互掠伊啦。我甲翠花和尚爷伫后花园的时阵，大龙突然间出现，甲尚爷掠走。
国公准公若爱相爷活命，就要献上1000名童男，甲1000名童女。他是要安怎啊？阮即摆嘛当咧想办法。姐，你免烦恼，咱一定有办法的。先去病床顶倒好。我袂要紧。像我，你跟小姐靠扛一下，伊拄则才昏倒呢。小姐，紧的，你去床个小倒咧啦。杨哥，我烦恼阮阿爹。小姐，你免担心啦，相爷既然自有天相。你先去床个倒的，吼。咱想较济啦。你一定要去找花姑甲就是咱大家求咱的，求你。好，阿姊，你唔通安尼讲，咱一定有办法的，你唔通安尼啊烦恼，哈。休困者，唔通安尼分心。咱即马就来去哦。啊，毋过我毋知人咧倒呢，你毋知？头可能啦，我真是毋知影啦。你莫阁甲我骗啦，我无甲你骗，真是嘞。秀文，确定伊无骗你啦？伊甲我都毋知影周贤阿伯甲花姑即摆伫倒位。准讲阮若知影，阮早就去请因斗相共啊。啊，不过你还搁咧啉？我保护落我。发生代志你知影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什么代志？迄天我叫你打豆腐，后悔互你有打。我敢袂记哦。就是因为你袂记，老随从伫后面叫多良掠去，你知影？哈？伊个人安尼变咯？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下情来相依难忘。老随从伫后面叫多良掠去，你知影？哈？伊个人安尼变咯？要安怎？你搁酒醉误事，我若要安怎？然后我直接来将老随从甲救回来就好啊嘛。多良伊即摆要治1000名东人，甲1000名东女。哈？拢做2000条的人命哦！哦，太好太好！咱即摆想一个办法，消灭多良。我看，只好叫傅成国去。哎，你头壳烧烧呢？你头壳拍赢呢？啊？即马多良啊、连成啊、九阴神功呢？啊？啊！你是要叫何成国要安怎对付？你讲？本山人自有，是啥物妙计？你用去王母娘娘啊，偷摕蟠桃，我才增加伊功能啊。我无啊！王母娘娘啊，当作蟠桃是敢若宝嘞呢？哈？这我无。哦，青坤啊，代志是你抓起来，你无要负责，是啥物人要负责？要家家我亲身出马来解决多良，我都甘愿安尼来做，我绝对不爱去偷摕蟠桃，我安尼会叫王母娘娘责怪啦。老青坤啊，你嘛用头壳小想看卖。何仙姑伊即马当伫咧受刀，伊若去解救这2000名的人，会当帮助伊早日得道，咱嘛会当早日完成任务啊！你讲对无？你讲安尼是有理啦，也毋过叫我去偷摕蟠桃。当然是你爱去去啊，啊无要叫啥人去？是你酒醉误事啊！而且如果讲到转来，你也毋是爱去偷摕过。莫安尼闹开啦！好啦，我来去啦。呀，烧酒敬我。等下你蟠桃若摕转来，再来交我。哼，目睭拔无金啦，才交陪你这种朋友啦。好啦，我来去啦。
弟。有较好无？拄则才出面后。小弟，你先去困啊，互我来照顾翠花。你已经忝遐尼济工啊。唔免啦，我阁会看的啦。健堂，你紧去困，明仔载透早你阁有真侪代志要去做啊。你做你放心啦，只有我伫。我是惊万一，等我忝到破病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我去叫秋花来照顾翠花，互你休困一下。唔免啦，这几工树我人嘛足无闲，互伊加困一下。健堂，你紧去困好。哎呦，明仔载透早你阁有真侪代志要做啊，听我讲好。你若阁唔走，我想要上去啊。好，我走，我走。较早休困嘞。但是要安怎才好？我是要安怎？健人，健人，你有啥物心事想？无啦，哪有啥物心事？小弟，你为着要照顾翠花，已经几暗无困啊，你紧去困。健人，你一定有啥物心事吼，咧问问我点？真是无啦。真是无？要若无，我拄则入来，你哪遐尔啊紧张？健人，到底啥物代志啦？你讲出来，咱无一定有想啥物办法通啊解决啦。我不爱互你担心，我爱加重你的负担。你实在足戆的啦！但咱是夫妻啊，都要互相体谅。互相吃苦，你若无讲出来，颠倒会增加我的烦恼啊！到底什么代志？你讲出来听看卖好？是性子高，爱上夜生一个花囝。啥日啦？我即摆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啦？啥日啦？你免烦恼啦，我会想办法。咱即摆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去救上伊。也毋过路你都已经袂记哩，是要安怎去啦？就算讲我袂记的路，咱嘛是爱去找啊。无试看卖啊，免哪会知有希望，较无希望嘞。嘛好，无咱即摆来。对啦，你先来甲树尾仔讲者，叫伊都爱好好照顾因小姐。秋啊，我甲小丁要去救上瑶，你爱好好照顾恁小姐。哈，你两个要甲我小姐放的哦？我有接到圣旨，爱上瑶生一个花囝，我若无赶紧去找，死到我心仔对皇上交代。我是烦恼阮小姐啊。小妹啦，你着好好照顾恁小姐，我们来去。紧啦，行啦，行啦。大前辈，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强人叫呀！我这个牛片的，叫我去做先头。老青君啊，你哪样怪我？这是你家己酒醉误事，你只要将功赎罪啊！赎罪？慢慢搁加一条叉拉做就真好啊！老青君啊，搭蟠桃园的蟠桃骨6,000粒，敢若减一粒尔，啥物人袂知影？紧，紧互好心顾食，增加伊的功力。
这是我拼老命去偷摕回来的，紧无定定话。嘿，我好落我。别惊，别惊。老奇怪，土良已经练成九阴神功啊。高仙哥伊敢食一蟠桃，我惊伊功力不够，咱还阁一时想一个办法增加伊功力。啊，单叫我摕蟠桃，啊蟠桃啊偷摕来，要阁啥物办法啊？哦，你搁咧动我的脑筋啊吼！过去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情来相依难忘。哦，你搁咧动我的脑筋啊吼！卖搁给我设计，时坤啊，咱讲到歹听，我来设计。我是讲，你将来会当好好逍遥啉烧酒伫设想啊。这我想真久啊。哪里有啥物办法？真简单啊，利用咱的功力合力来帮助高仙哥拍通伊血路，增加伊的功力，互去收集多了。原来安尼我元气都失啦，啊我的酒量都加落都浅啦。老生坤啊，你是功力较要紧，还是啉烧酒较要紧？啊，这如果互你砍落，好啦，我你砍落啦，行啦。就是这。小弟，你留遮。小弟，你紧走，走到远嘞，我就来对你阻了。怎啊？你安尼，我要哪放心啦？我求你，你紧走，莫让我担心啦，紧。怎啊？你莫赶我走好，你若我留在遮等你就好啊，我莫入去啊，拜托的咯。怎啊？我留在遮啦，好无？好啦，要不过你千万袂用入药。啊，搁有，别人若讲有情形不对，你也赶紧走。我知影，你家己说你啊。你哪？时限还未到，你来要创啥物？文叔，进来，你紧走，你莫插我，你紧走。文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叫你出去。道理，我愿意做人质，请你放我文叔走。但你听你敢会伤我？我问你，2000名当然都你咧。你先放我文书，这人，你千万免带。我今日牺牲我家己，也袂要看到任何人。你做安怎？你抬抬我，莫看到别人，你抬我。老水兄，你要死是真简单，我就先将你抬死，然后来替何建南做人质。进来，进来嘛！文书，你紧走，你紧走啦！我是你，今日一定要来除掉，再来收拾你。当然，你这种重担，上天下地，还是替天下众生，将你晓得，惊到是个死机。我先讲，我是救阴害我一个人性啊，啥物人死也唔知咧。翠华，翠华，后爹一定平安倒转来。真好。好小姐，真感谢你救咱爹，你会台湾大事，我永远记得，谢谢我一摆。请你唔通客气，请去。啊，有影，胡小姐，请你跟我斗阵上京城，模糊的禀报皇上，表扬你的义行。
想爷你的好意，华哥心领。华哥是一个修道者，我对着民意，敢若是浮云同款。搁再讲，华哥也有心愿，也要完成。什么心愿？拄几项上万周了，我要将伊除掉，才袂危害人间。既然你有这个心愿，老夫也唔敢勉强你。吉来，秋吧，你两个代替我好好交代胡小姐。好，皇上的圣旨，按老夫3日来回京，我即刻启定。吴成功，我甲你誓不两立，我一定要吞掉你坏心子。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下情来相依难忘。吴成功，今仔日就是你的死日。如今，道良我已经将你除掉，即马轮到你，我要替世间人将你除掉。道良是凭什么要甲我比？你的金头毛已经用完，应该死的人是你。报告，报告，你做什么啦？哈，就是那边，报告伊，我猜了，你这边大把钱弄，那边那边，就是那边，报告，我要我要救伊啦。好，我知，你关心吴成功啦，也毋过恁若落去死路一条啦。我看咱落来。请君啊，这边来因，因是在凡间受劫，应该在凡这个吴成功斗查档，安尼用调到中公保就倒转。你哪里变咯？那即马只有引出两办法，传落成功斗查。喂，来，恁坐。天别请君南投仙子，咱现在有请君李总，小上仙子即马有需要，我需要帮助。是。小兄，小先生。
小香，天碧，小香。小香，小香，小香。啥人来可怜？受过气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。